仔日头前来遮学讲话啦吼，请大家多多指教吼。今日所要讲是讲毋通忧虑啦吼，毋通忧虑。我要未信主进来时吼，我是真正开兴趣，足够生气。人来嫌我，我就足无欢喜，足无欢喜。人来烦我，我就真生气。所以，拢会气甲拢袂过。所以，上帝嘛真正奇妙，给我安排这个丈夫，伊足完全的，保险，无一项保险，所以我就愈好一点，拢袂困的，真正有影愈袂困。有时到半暝啊，3点还袂困，拢毋困咯。到尾啊，有一天，甲我的老母伫台北新天宫，迄阵还未信主啦，拢会去行庙啦吼。结果有一个声音甲我讲，去教会，去教会。我就想讲去教会，我就去找。我迄阵住伫山中，我就去找教会，找着山中教会。去迄个教会时吼。无人知影，迄阵还袂晓讲，头一面来爱共接待无。我入去的时，坐咧一个老太太边仔，我就甲问讲，是要安怎祈祷啊？伊就教我讲，你吼，先感谢，再认罪，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的时，你看你要祈啥物，你再祈。我就然后上尾爱奉耶稣的名祈祷，后尾爱教我安尼祈祷。我就转厝吼，就一直用安尼先祈祷。迄一天转的时哦，一醒较天光，拢无到3点才瞓着，一醒才瞓着。我就想讲，足爱来教会啊，因为庙嘛行透透啊。嘛去上命啦，嘛去做逐项代志拢做啊啦。因为无信主的时，拢是行即个代志。所以了后，参加一个迄个双联教会，一个日本来的宣教师，伊就讲话，咱大家吼，信徒拢爱每日爱读圣经，爱读先祈祷10分钟。读圣经10分钟，奉献10分之，这拢爱10分之。所以我就安尼先一直真拍拼读圣经哦。一直读圣经，读到吼，会使讲我读到即个时阵，我读圣经已经10遍以上，从对古约到新约，而且有一遍参加迄个。全省的迄个圣经比赛，圣经比赛的时候，迄阵我有3个组伙吼，结果得了啥？得全省第2名，圣经比赛得第2名，所以教会送我一本圣经，我真拍拼，一直读，一直读咯，读到无煞哦，所以。一直读到真欢喜，而且所以看到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咧，譬如讲王，耶稣就是王啦吼。所以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就是咧讲王的宪法，王的宪法。第6章下半段就是讲财富的问题。财富的问题，钱财的问题就对啦。而且个信息就咧讲，若活伫上帝面前一切事用，应该是在依赖上帝供应，毋是安怎供，就是爱祈祷，需要时咱来祈祷。伫即段经文内底讲到，毋通忧虑，毋通忧虑。所以忧虑就是人吼拢受袂开的。就是活伫做中间，
伫即个真正茫茫的世界内底，忧虑嘛是一种的主观的自我感受。这忧虑会抵到互咱着患难、自杀，莫自杀咯。所以忧虑，毋通讲一时起的一个迄个时间，忧虑就是真正会互抵到自杀。尤其是即个科学发达，人的心拢计安尼行行无定。产生老人会孤单，中年人退休无事做，壮年人经济起起落落，会充满了事业的压力。青少年伊就了母个望水生阳，家庭的考试、成绩、升学各方的压力。细汉囡仔，迄阵真爱看武侠小说，影片有做幻想，所以忧虑会比较有人行伫迄个自杀的道路，若甲人自杀的道路，比较性命无去。所以，伫美国嘛是安尼真侪忧虑。美国讲忧虑来死的人比战争来死的人搁较侪，哦。所以这忧虑毋通看轻好是真正轻的病痛，毋通看轻好这是真简单，这是真无简单，大家行到迄个自杀的道路。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见讲，忧虑的因素就是什么？咱拢可以看下面，咱目睭顶下都是看下面，毋是看顶头，看下面。下面看到啥呢？报纸伫个掀开，哇！迄边咧杀人，迄边咧害人，到处抢劫，战争嘛发生。有真侪人，无好，真侪这无好代志不断地发生。你若看报纸，抢代志拢无好发生。那安尼也会发生家动，感觉这世界拢真正混乱，无平安。所以咱就是目睭起下，大家拢是看下口啊，看下口，看到报纸，看到世界，看到在物件。第二点，咱会往世界看，世界看。而且马太福音26:36讲，讲三山野草，今仔日在活，明仔日要献伫火炉内底。上帝嘛，互伊穿到安尼，上帝嘛，互伊共款搁活起。虽然今仔日欠气煞，但是伊昨日共款搁活起。讲何况你呐，小信的人啊，心中毋通有犹豫，犹豫就像雅各书1:6节嘛讲，独独你着用心来求，若无犹豫，因为犹豫的人，譬如亲像海液。越来越起起落落。其实耶稣甲学生，像耶稣本来伫这看到迄个学生半暝啊，4天伫遐海里咧驶船，虽然学生看完耶稣来，毋知影是耶稣，就哇，你是鬼怪，是鬼怪啊！这耶稣讲，是我啦，毋免惊。彼得我讲，耶稣啊，若是你我对遮行到你遐去好无？耶稣讲好来啊，结果行落去是哇，碰到风影遮尔大，摇来摇去，就紧叫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所以耶稣起来起来，所以甲耶稣讲，所以耶稣甲迄个彼得讲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犹豫啊？毋通安尼犹豫。还有一项代志就是，忧虑因素，嘛会真正安尼无好。咱知影，雅各甲以扫两兄弟啊，以扫是爱拍蜡，雅各是安静平顺，但是伊的老爸以撒年纪大，伊想讲，伊差不多无偌久啊，要离开世间啊。所以伊就甲伊个大汉囝以扫讲：“你进去钓遐野味来炒互我食。”
伊的老母是较疼哪个，所以老母疼哪个时，伊就从迄个去趁一只零钱，从迄个因为伊所吼，规手拢问，规身躯拢问，所以伊的老母从迄个夭寿业者夭寿大台，从迄个门甲顾住即个哪个身躯。当伊的老爸目睭已经蒙看无讲这是到底是伊大汉囝第二囝看袂清楚，但是哪个去了先人摕迄个祝福，所以摕了祝福了，后来迄个伊所嘛摕来要互伊老爸食，毋是祝福已经伫遐。讲伊小弟来先甲你讲去，所以伊就足气，讲要趁哪个，伊要趁哪个时，伊的老母就叫伊哪个讲，你去恁阿姑遐，巴黎斯坦遐，你阿姑遐，你去你阿姑遐的时吼，你若真正伫遐去因阿姑遐吼，伫遐住了20年，娶了4个某，生了12个囝。这12个囝后来就变做12个丈夫，所以到尾啊，20年了的是，伊的阿姑对伊的面亲无好啊，所以上帝就甲哪个讲，你倒去你做你老爸的家啦。但是伊讲，哎呀，我若转去的时，阮这大兄毋知会甲我害死了，所以就接定，所以嘛是实在代志，会看世界。惊，但是到尾啊，伊所伊带400个人来赢这伊的时，伊无甲抬，伊反倒甲伊赢这伊，所以伊迄阵啊心拢惊，但是上帝有甲哪个讲，我甲你同在，所以上帝有甲伊即个哪个讲，我一定会甲你同在，但是伊嘛是还佫惊。人的心啊，信仰还无到迄个时阵，拢会安尼行，大家拢会啦，毋是干伊会啦吼。所以结使我迄个时阵嘛，拄则是个嘛，可能嘛是会啦吼。往地面看，当我迄阵啊忧虑的时，就是拢地找算命啦，无就去庙里拜啦，无就要去倒遐拜安尼，但是拢无得着。应允，嘛无得到效果，嘛无得到对我讲心意，我无。但是咱若信靠耶稣，耶稣伊甲咱讲，伊甲咱同在，你免惊，甲咱同在，免惊。所以，迄个时阵，咱若往地面看的时，伊逐项就空空，无法度听着声音，因为。迄五上顶拜时，迄是人手所刻的，因为手刻的时，用迄个下骹，迄刻骨的人讲吼，伊讲迄下骹甲开一孔，甲掠一只乌绳甲放落，放落去迄些就是死啦。其实毋是，圣经嘛有写，伊的目睭嘛袂当看，伊的喙嘛袂当讲话。伊个骹嘛袂当行，拢在人光啊，对无？人光才有法度安尼出来啊。所以，阮迄阵毋知影，就是无讲，拢是安尼拜迄个五常，所以拢袂当去着安尼讨白。你忧虑的时，领真正拢袂当去着讨白。那安尼，第2点，忧虑的害处，忧虑的害处，伊咱会惊。对无？若你忧虑的是足惊啊！伊马太福音第6章25节有讲，所以我甲你讲，无得看论你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但是你的身躯要穿啥物？你的性命敢无较大伫旅游吗？你的身躯嘛较无大伫，较无较大医情吗？若是你的性命忧虑的结果，常常。会互这贪财注入气头，所以马太13章22节，甲咱讲，
了伫迄个气皮内底，迄人是听着道理，世间的看路，钱财的卖迄，只看这道理，伊就无法度结识。所以而且圣经有讲，你趁着全世界，陪酒礼性命，有啥物好处？人会当换生命来换性命。耶稣讲，咱毋通安尼就即个代志，这是拢是较无信的人咧求。这个人光景是可怜，因是今生今仔日目前一切来行赢。所以幼妇的孩子，第一点是惊，第二点沮丧、失当。伫即个犹太伯利恒伫遐有一对夫妇拿俄米甲伊的丈夫以利带着两个囝到面，因为迄阵犹太地有断了饥荒，所以伊就带两个囝到伫迄个摩押地，摩押地就是拜偶像的所在。所以伫遐住10年了，伊两个囝甲伊的丈夫拢过身，拢无伫啊。结果拿俄米有听到上帝声音讲，你爱倒去犹太，毋通搁住喺迄个摩押地。结果伊就要转去，像两个新妇要互伊拢倒转去，但是一个新妇大新妇有转去，第二新妇落地无转去，伊就倒伊的家家，伊讲你无能到伫倒落，我嘛要倒你到伫倒。你若到伫倒，我就到伫倒。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所以路得甲伊的家家讲，我有一摆伫新营教会咧看这路得记的时候，这新妇在离开的时，哭啊台顶嘛哭，台骹嘛哭。咧离开的时阵咧，哭啊，大家拢安真可怜。所以这路得记就是记载讲，这个拿俄米伊要搁倒转去犹太地，带这个路得转去。路得，伊讲的你的上帝嘛是我的上帝啊！结果伊就转去到犹太地。等到伫犹太的时，人甲伊讲，这敢是拿俄米啊？拿俄米甲讲，你毋通叫我拿俄米，你爱叫我玛拉，玛拉就是苦。伊讲上帝互我受苦转来，所以咱若无遵行上帝的话，你失当，结果空空转来。过来看第3点，这个软弱。所以伫遮为了咱生存的时，咱若软弱时，担心讲身体要食啥物，难道外表伊内底拄仔需要吗？主耶稣的意思讲，性命比身体食啉、以求搁较重要。所以以求是为了身体需要，以求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但是犹如毋是讲无办法，加天以求因食有饱，反正加天以求，加天身体负担，反正伤害着咱的健康甲人性。所以耶稣讲，你若想晓地百合花，咱知影百合花足水啊，对无？迄拢毋免人去甲种，毋免人去甲压水，嘛生了真水。咱台湾的遐即个百合花是白色的，以色列我有去以色列看，以色列的伊的迄个百合花是红的，伊是红色的，毋是白色的。所以伊的这个耶稣比如讲，所罗门穿的一蕊花，就着一蕊花。所罗门真好伊啊，穿的衫拢足水啊，足高贵啊。但是伊讲，迄蕊花比所罗门搁较高贵，百合花搁较高贵。所以，我的老爸，伊是伫即个三峡，起一间庙，
我来信耶稣，所以我捌劝伊讲，你来信耶稣，伊毋听，伊讲，伊咧用起名本来信耶稣，是毋敢来。但是有一摆，政府啊，要起一条桥，要对迄个伊庙二头前有一条溪嘛，迄溪吼，我迄条桥要起对迄个庙位中间，伊讲哦，这就是会说棘着啊，是要安怎吼？就安尼为着这阵烦恼，所以阮老爸到尾啊，为着这个代志烦恼，伫条家心，所以嘛忧虑会互人的性命无去。所以，阮老爸迄阵嘛，还佫尽量，还佫画图，画了真好。佫去日本，佫论日本转来了，画一解图嘛，诚水。结果伊就忧虑，则离开世间。咱要安怎样来解决忧虑的方法？因为解决忧虑的方法，我来讲我的见解。我信靠资料，上帝就叫我爱读圣经，我就读，伊就读，不断地来读。那安尼看着圣经咧教示囡仔，就叫囡仔爱读圣经。我迄阵嘛叫我迄阵2个囡仔，叫我囡仔就读圣经，读到我头一个叫读30、50、70，了后读到尾啊，读12章，迄囡仔嘛是真正拍拼读。到伫阮迄个大汉的读5专的时，读迄个电子系，读电子系的时，讲甲伊小弟讲。咱来做一台迄个扩大机啊，扩音机啊，就去迄个中华路吼，去买迄个二手的迄个零件，来做，真正做一台扩大机、扩音机起来到伫第2个，大学考到迄个资讯电脑，伊嘛讲咱来做一台迄个。电脑起来，就伊真正搁去中华路买迄个二手的就甲做一个电脑起来。感谢主，迄若毋是上帝互伊的智慧，伊哪有法度来做迄个电脑？所以感谢上帝。所以到伫适婚的年龄时，我3个囝，张国宏是我受洗礼才生的，所以前仔迄2个是经过着我一个困苦艰难，所以到尾啊，3个拢大汉啊，拢爱适婚的年龄啊。但是上帝甲我讲，你毋是爱人甲你友好，你爱是先对待人好。上帝讲，你若对待人好，人就会晓对待你好。所以我感谢上帝，3个媳妇。伊拢是对某信的来，介绍信主互伊拢无爱，就是吵着拢无信主的，无信主就是，我伊就讲无要紧啊，头一个是一贯道的呢，一贯道的我较厉害哦，结果我甲伊讲信耶稣，伊讲无要紧啊，伊老爸讲有信仰就好啊，有信仰，有信仰就好啊，来，我就来啊，高兴啊！所以感谢主。第2个伊佫共款无信主，好啊，不错。第3嘛是共款，哇，3个拢无信主，嘛是晓传信主啊。结果，我拢总3个，3个查某孙，4个查某孙，7个。迄孙细汉的时候，我拢会甲讲，我头叶真好。无做人影，拢头叶者，无互伊老爸老母知影。结果即摆孙逐个大汉啊，哇，过年红包拢包2000以上互我，我是真正感谢上帝。我是细汉的时，就敢若几百箍仔互伊尔，伊只大汉会晓2000以上互我呢。
所以我现前真正感谢我上帝，感谢。啊，所以而且我信主了，上帝互我真侪见证，用跟上帝行。因为我安尼伫遮讲，今仔头一遍伫遮讲，所以讲这代志互伊知影。因为我是本来是想讲要到亲生离婚，结果无离婚，到即个时阵还佫伫地，所以感谢上帝。若毋是上帝先改变我，毋是改变我的丈夫，上帝先改变我。若无我无先改变，我都徛去这家己，会一定离开。我是讲，迄阵两个囝的时，我是讲，别人的老母袂疼别人的囝，所以我就毋敢来离婚。一直靠上帝赐互我，改变我。当我若咧艰苦的时，我拢会唱诗歌来侮辱上帝，一直喊诗歌，喊了即摆实在是吼。迄个破啦吼，我要叫我算吼，会晓算啊，但是算袂紧啊，拢会缀人会唱啊，缀人唱。本来我是毋敢参加诗班，杨老师一直叫我，你爱来参加，爱参加，我参加袂参加，所以吼，感谢上帝，我缀唱嘛是，甲人参加诗班，但是我若有在去吼。我毋免谱，我嘛会晓弹，嘛会弹出。上帝互我有迄灵感哩，所以我若当底艰苦时，我拢会喊诗歌。喊诗歌就喊着，哇，足爽快，足爽快。感谢上帝，这是我的见证。所以咱看顶面，第二点吼，解忧的方法，就放顶面看。放顶面看就是即本圣经，即本圣经吼是经过四大洲，全世界有四大洲，有40个先知，上帝通过因启示出来。这40个先知拢讲的话，拢一致咯，无讲即个讲一项，迄个讲一项，无所讲出来的话拢共款，共款来写成一本圣经。新福音写出，所以真正有影，圣经实是互咱迄个大个帮助。毋通搁再拜遐，真正我过去有拜过头，拢无得到启示，也无得到教示啥，拢无。只有圣经会当教示我、改变我。若无上帝改变我，我的性格是足歹、足有神奇的一个人。感谢上帝。所以，当即个犹大王以色列，犹大王即个君王约沙法，当遐对敌要来陷害伊时，先知甲约沙法讲：你明仔日徛咧俄罗上帝，结果即个历代志下，你若看圣经20章15节到17节了写咧，写无？伊仔真正因徛伫俄罗上帝，隔日用俄罗上帝时，上帝从迄个对敌甲毁灭，将互因得胜。约沙法因毋免战争，就干那用俄罗，就互伊得胜。所以感谢主。那安尼第3点。解决忧虑的方法第3点，会当一定。所以感谢上帝，我会当吼，若去摆做生意做了无好，上帝叫我讲读圣经，我就去读新人院，我就去读夜间，搁读函修，函修头搁读。硕士班读2年，2年了，搁去美国做就1年，收10箍转来，10箍转来就是因为有时仔哪有敢若伊个爱去遐做就，跳咧教个人的报道，因为我真爱传福音互人，袂晓安怎传，敢若讲
信耶稣，迄个永生，啊，大家讲啊，永生嘛，我看着啊，嘛毋知影咧，毋知啥物咧永生，对无？我就伫遐学习，啊，迄个个人报道，所以转来了，我嘛引带一个人来信耶稣，来信靠耶稣，用个人报道来看。因为即马即个时代，若无个人的传道，安尼像以前是拢是大报道大，即马拢无啊，拢是爱个人的报道，个人的报道才会当互人遇到这个。所以而家有咧讲，腓立比书4章46节讲，你看无你看论，所有万事用祈祷、恳求、啊感谢，所拜咧就上帝面前，上帝的恩典就教育咱用。啊，以赛亚书49章15节，啊，妇人人也未袂记你伊食你的物仔，无怜悯伊所生的，咸菜袂记你，创治我无袂记你。上帝都无记你咱，伊永远记你咱。所以约伯记有讲，啊，在敬畏主是智慧，离开歹是聪明。一个我找下做一项见证，因为阮差不多50万年前是徛起伫84楼，但是即马是电梯的所在。啊，像遮侪岁啊，我已经90岁以上啊。所以，来爬楼梯是真痛苦。但是，阮伫50万年前，上帝就讲预备迄间厝，因为迄间厝就是我第一想讲，哦，我只爱徛遐，因为我徛伫4楼迄巷仔，才看到迄间厝。哦，我心第一想讲，上帝啊，我真爱伫迄间哦，真爱伫迄间哦。啊，上帝真正互我迄落安尼迄间厝，即摆就爬楼梯痛苦，啊，拢是电梯来晓谢上帝。所以。所以上帝说是听这支微小可人。啊，结论，咱来看结论。往下面看，你的失错，你的失志、失望；往顶面看，你的得救、得恩、得福。无，所以咱一定爱让失志、忧虑的人，因爱叫因讲毋通看下面的。爱看顶面，吼，你若看顶面，你就当得救；看顶面，就当得恩，你就好。所以上帝我脱离这一切，我来唱一条诗歌，互恁大家。只有声是无啥好。生命好，喜乐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暖暖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暖暖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天中的忧愁，全都消。好，我是3角的指导。即个总感谢努力的听众，我建议早样有忙，明仔来找经理。若毋是上帝叫我来到教会，甚至今仔日我都换到这个时阵，今仔日敢换到这个时阵，也是上帝的事吼。每天真感谢老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